Hello，世界盃咧已經咧係32強咧打咗咧係8場啊，即係剩翻係8場。咁換言之咧，就係有好幾隊咧係熱門嘅球隊咧係被崩出局。德國啦、荷蘭啦，咁樣咧就係，但係咧主辦國咧暫時美國未打，但係另外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咧都係有機會咧打16強嘅。咁英格蘭咧亦都係有機會打16強。我Peterson 同大家咧喺呢個蘭天會嘅餐飲 party 咧，同埋呢個同大家講下波經嘅聚會咧，嚟緊嘅節目啦喺呢個星期四7月2號咧美國時間啦溫哥華時間咧就係午間 High Noon 啊12點正啦，西班牙對奧地利。西班牙係熱門之一啦。跟住咧星期五咧有2場啦，就係11點早晨呢個係澳洲對埃及，跟住咧就3點嘅阿根廷對咧係Cape Verde 啊。阿根廷係大熱門啦，亦都係其中一隊波係好有機會係蟬聯嘅。對住咧一隊神奇嘅隊伍，嚟自非洲嘅西邊叫做 Cape Verde，OK？ 好啦，星期六咧就係10點鐘一場咧，加拿大對摩洛哥咧就肯定啦。即係好多溫哥華嘅加拿大人咧，一定係入嚟蘭天會捧場啦，因為咧呢一場賽事咧就係摩洛哥可能咧反而咧係熱門嚟嘅添，因為摩洛哥係上一屆嘅第3名啊，入咗4強㗎啦上一屆。兼夾今年咧係打得好好咧，仲將呢個荷蘭咧就係擊敗嘅喺呢個32強。咁就好啦。另外一場咧係2點鐘嘅賽事咧，亦都會係好睇嘅，就係巴拉圭能否對住咧而家被人稱為咧今年係呢個世界盃首席熱門喎。因為打完咗贏瑞典之後咧，法國前鋒麥巴比啦、係鄧比利啦同埋奧利斯啦幾個咧係被咧係足球嘅專家、世界嘅球評家認為咧係當今係最佳嘅半打攻擊球員啊，即係球王級㗎啦。到星期日咧就有2場，我哋會雙料娛樂嘅咧就係巴西對挪威，跟住咧就墨西哥對英格蘭啊。呢2場咧，我哋咧係蘭天會同埋我 Peter Wong 咧會俾一個係優惠俾大家。就如果你中意睇2場睇晒嘅咧，即係由1點鐘可能係睇到7點零咁樣啦，因為又有加時，又有可能成12碼啦。咁好嘅戲碼又巴西又挪威又墨西哥又英格蘭咧，就可以咧係睇晒2場咧，就100蚊加拿大紙。食足係2餐嘅。所以咧就係呢個星期日嘅特別秩序。而咧係星期六嘅加拿大對摩洛哥，巴拉圭對法國咧，我哋亦都準備咧一樣有呢個咁嘅雙料娛樂啦，係若然你睇2場就有優惠咧，就係100蚊睇2場，就唔係60蚊睇1場。因為大家而家知道啦，而家已經係去到淘汰賽嘅階段啦，分分鐘係加時同埋咧係有射12碼添，好刺激嘅。希望大家多啲係踴躍參加啦。多謝大家繼續捧場我哋呢個 Richmond 蘭天會酒家同埋 Peterson 主持嘅世界盃餐飲聚會。Thank you。